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為何是我 ？Why me？ 有時候人生會突然停落嚟，唔係因為我哋願意，而係因為一個診斷、一個失去、一個突如其來嘅改變。喺個時刻，我哋心裏面經常嘅會冒出一句說話：點解係我？我自己喺經歷生離死別嘅時候，亦都曾經問過同樣嘅問題。呢句說話唔係抱怨，而係佢係一個人面對生命無常嘅時候最真實、最赤裸嘅呼喊。當我哋失去掌控，當事情唔再照計劃行，當痛苦突然間落喺我哋身上嘅時候，我哋會想揾一個嘅原因，一個解釋，一個可以找住嘅意義。但係生命唔係數學題，佢冇標準嘅答案，佢有佢自己嘅節奏同埋奧秘。我諗起尼克胡哲，佢天生冇手腳，曾經問過上帝點解係我，但係後嚟佢講：我冇手腳，但係我有希望。佢嘅生命成為無數人嘅力量。我亦都諗起海倫凱勒，佢喺黑暗同埋寂靜嘅裏面長大，直到遇見安妮老師，佢先至明白生命雖然有限，但愛可以突破所有限制。佢學識讀書、講嘢同埋寫作，成為咗第一位獲得大學學位嘅聾盲人士。佢寫書、演講、倡議，成為全球無數殘障者嘅希望。佢哋嘅故事提醒我哋，痛苦唔係終點，痛苦係邀請我哋睇見生命更深嘅可能性。我曾經聽過一位乳癌第4期媽媽嘅分享，確診嗰一日，佢喊住問醫生：點解係我？我仲有小朋友要照顧。佢覺得生命唔公平，覺得自己被命運選中受苦。直到有一日，佢喺醫院裏頭遇見另一位病人，一位年輕嘅媽媽，小朋友得3歲。呢位媽媽微笑咁樣講：我唔知道我仲剩返幾多日子，但係我希望我嘅小朋友記得我笑嘅樣。嗰刻，佢突然間明白，嗰個唔係比較，而係一種提醒，提醒佢，既然痛苦嚟咗，我仲可以點樣生活？我仲可以為身邊嘅人留低啲乜嘢？後嚟佢開始寫信俾小朋友，錄音、整理照片、修補關係。佢話：我唔再問 Why me？ 我開始問，既然係我，咁我仲能夠點樣去愛？佢嘅生命冇變長，但係變得更深、更真、更完整。點解係我？若果停留喺怨嘆裏面，就會讓個心越嚟越苦。但係若果喺信仰裏面嚟到轉化，確可以變成：主啊，既然係我，咁我可以學啲乜嘢呢？我諗起約伯，佢失去一切，經歷上帝嘅臨在，最後佢講：我從前風聞有你，而家我親眼見到你。苦難讓佢從知識走向經驗，從信仰嘅理論走向信仰嘅真實。Why me 變成 Now I see。有時候答案唔係喺理論裏面，而係喺陪伴裏面。當有人緊握你嘅手，聽你講，陪你喊，點解係我就唔再係孤單？我諗起德蘭修女，佢喺加爾各答嘅貧民區陪伴睡醒嘅人。佢話：我哋唔能夠做偉大嘅事，只能夠用偉大嘅愛嚟到去做小事。
佢冇回答其他人嘅 Why me， 佢係用行動回答咗 Why love。不過當有人問我哋點解係我嘅時候，要留意佢哋最需要嘅唔係答案，而係有人願意理解，願意陪伴。你可以咁講，我聽到你嘅心裏面真係好痛。如果係我亦都會咁問。我唔知道答案，但係我願意陪伴你。你唔係一個人。呢啲說話總比起任何嘅解釋都能夠安撫一顆受傷嘅心。或者我哋永遠揾唔到點解係我嘅答案，但我哋可以揾到另一個更重要嘅答案，就係喺痛苦裏頭，我哋係唔孤單嘅。生命嘅意義唔在於避開死亡，而係在於喺有限嘅裏面，仍然選擇愛、感恩同埋同行。如果你而家正係喺困難嘅路上面行緊嘅時候，我哋願意你知道，康恩願意陪伴你度過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